所來繼續關心嘛，這個蘇巧慧早起出席一個活動，這是台灣客社邀請民進黨北台灣縣市首長參選人做伙召開的記者會。咱有注意到無？蘇巧慧下邊新北陽，湘北民進黨的參選人攏來啊！強下扶台灣，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新北陽、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巧慧兩人佇中央用客話畫口號。因為要爭取客家選票，蘇巧慧到現場時特別提醒講，話當選愛講客話。不能輸的時候，一定要以自己為主體。像我就是以新北為主體來做任何的政策發想。但是要合作的時候，我們當然一定會攜手。如果說巧慧是領頭羊啊，我是脖羊哦，不是頭羊啊，所以呢頭跟脖都一樣重要。我們連在一起，但是我們要一起讓這一個城市更好。桃園市長參選人黃世堅嘛來，也有中台灣南投縣長的參選人溫世正嘛到位。既然被總統徵召要到南投來，那就是也跟巧慧講好，換他來幫我輔選。好，所以我們本來就是相輔相成。蘇巧慧佇新北的布局早就開始啊，經過5萬公會當幫助唔捌選舉過的新北陽團隊佇湘北布局嘛有設計過。你好，你好。新北陽甲前行政院長蘇貞昌一刀一刀的地意，這嘛變成另外一款的湘北連線，是講因查某囝蘇巧慧開始參選了，真少看到邊個兩人做伙出現，這敢有什麼用意？蘇貞昌院長跟蘇巧慧委員確實很少同台哦，那是不是刻意要避開？也知道說現在大眾呢對於這個正二代的這樣的一個形象呢，都會有所遲疑哈。雙北是這個重中之重，那在這一次的地方選舉，相信他也會全台灣爬爬灶，也都一定會協助全台灣的候選人來高票來當選。2026地方首長的選戰，又閣被當作是2028總統大選的前哨戰。民進黨積極布局，就唔講會當搶攻更較濟版圖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